微笑讲客语，咪咪笑讲客家。嗨，我是许薇老师，大家好，又要来咪咪笑讲客家了。有一句话说，月到中秋分外明。大家还记得月亮的客家话怎么说吗？叫做月公。Very good 哦，I'm boy， 非常好哦。那么还有一个记得吗？叫做月公公秀才龙，骑白马高连堂。哎呀，大家跟得上徐老师，真的好高兴哦。我记得有一句跟中秋节有关的客家谚语，不过我们先来学中秋节怎么说呢？叫做八月班。捏班就是8月15的意思。那么中秋节呢，其实跟月亮有关，英文说的就是 Moon Festival。Moon 就是月光，月光 Festival 就是节庆。那个客家谚语到底是什么呢？叫做八月班，无大班。什么意思呢？八月班，8月15中秋节。五是什么呢？就是稻子。五大班就是指那个稻子在开花抽穗很饱满的时候，那么差不多那个时间就是在中秋节的前后，所以呢，五就是指稻子咯。God 五就是的割谷或者是割稻的意思。God 五。那么打扮呢，就是国语说的打扮的意思。我记得我每次说啊，我按皮面按太早很电脑哦，我说我脸好大好丑哦，妈妈就说有嘛个管黑，面胎后大班，脸大比较好化妆，面胎后大班。好，我们继续来说八月班的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像客家人哦，就是刚好在碰到芋头收成嘛，因此呢，这时候我们一定会吃芋头板，也就是乌尾板。乌尾板刚好也赶上了中秋节要拜神祭祖之用了。乌尾板呢是客家人中秋必吃的食物了，而乌尾板对务农为主的客家人来说是表示庆祝丰收以及团圆的意思了。然后半夜班的时候，白天呢我们要去拜八公，晚上的时候就会准备月饼，月饼叫做捏公饼，来拜什么呢？拜捏牛，就是拜月娘，教会了吗？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咯。中秋节怎么说呢？ Moon Festival， 不错，英文也可以学一学。客家话叫做什么呢？八月班，八月班。我是徐薇老师，安子 say 哦，张磊了。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